唔少香港人都好重視財富傳承啦。有調查顯示，近半成嘅受訪者都擔心財富冇辦法延續，而更加有係64%嘅高淨值人士係擔心資產係會引發家族糾紛㗎。嗱，其實現今要累積財富已經係唔容易㗎啦，咁而要守住財富可能就更加難啦。嗱，下一代可能就會覺得父母嘅傳承係應份，以至到下一代就至少缺乏咗理財嘅觀念、責任感同埋獨立自主嘅精神啦。嗱，暢銷書《富爸爸窮爸爸》嘅作者羅伯特清崎最近就喺社交平台嗰度發文質疑唔少父母嘅財富傳承方法啦。咁就話好多家族富不過3代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家長有5筆幫仔女俾嘅開支，佢簡稱為5C係會毀掉佢哋嘅人生啦。嗱，呢5筆嘅開支就包括第一個 C 就係 cash， 就係現金啦，就係直接俾小朋友錢，而且係唔期待佢哋會自己揾錢。嗱，第二個 C 就係 college 大學啊，亦即係幫小朋友俾大學嘅學費。第三個 C 就係 car 汽車，就係幫小朋友買車啦，甚至乎係負擔埋佢哋嘅油費啊、保險費啊，仲有維修費用啊。咁第四個 C 就係 condo 公寓，就係幫小朋友買第一套嘅住宅。第5個 C 同樣都係 cash 現金，咁不過就係幫小朋友設立信託基金啊，令到佢哋永遠都唔需要學理財，亦都唔需要付出犧牲，亦即係唔需要慳錢啦，亦都唔識得為未來作投資嘅。嗱，清崎就認為呢5筆嘅開支的確係可以確保仔女生活係富足嘅，咁但係同時間亦都造成咗好多家族富不過3代嘅原因啦。佢就暗示仔女喺繼承啦同埋享用呢啲財富嘅過程當中係唔需要負擔任何責任，咁所以就導致第一代就係累積財富，第二代就係享受財富，而第3代就係流失家族財富啊。嗱，所以最重要嘅並唔係金錢本身，而係俾經濟支援嘅時候其實就令佢哋缺乏咗一個成長嘅學習過程啦。因為當中係唔需要面對任何阻力啦，亦都唔需要負擔任何責任。嗱，所以最終經濟支援嘅同時其實更需要嘅就係家長指引，去到培養小朋友嘅責任感啊。嗱，大前提就要教佢哋金錢嘅運作方式，例如應該點樣賺錢啦、投資、風險管理，做累積財富啊。嗱，家族財富嘅傳承靠嘅係技能同埋思考方式，而唔係僅靠錢㗎。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籬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喇。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